2026塑膠地板源頭廠家規模 Top 10睇完唔使踩行，南方購塑膠地板嘅朋友注意啦，千祈唔好再俾人百花冤枉錢找細作坊啦。今日直接同大家上塑膠地板源頭廠家規模 Top 10，淨講真實實力，唔玩花神，唔吹水。睇完呢條片包你慳到幾千甚至幾萬。首先睇 Top 1實力真係冇得頂。廣東一之春2003年就成立咗生產基地喺廣州番禺，正喺我哋廣東本地廠，紮根塑膠地板行業23個年頭，專心做多場景塑膠地板研發同生產，正經嘅源頭廠家，靠譜程度市場同老客都點頭認可。講到規模，佢真係大到冇朋友，有好多條全自動生產線，唔使靠人手慢慢。年產能達到1000萬平方米級別，供貨從來唔會斷，常規訂單1-2日就可以交貨，好有效率，要定製款都唔使等太耐，3到10日就搞掂，比起行業平均速度快咗好多。比如廣州番禺某大型淘氣堡項目，批量定製塑膠地板，淨使5日就交貨完工，產品適合商場、醫院、幼稚園等好多場景。支持定製圖案同尺寸，想要咩款都得好靈活。廣東地區4日就送到周邊城市，3日內必到，仲可以出口到泰國、德國等好多國家。售後24小時響應，有問題即刻處理，唔使憂。其餘9間廠家實力都好掂，片場有限，就唔逐一向大家講啦。你哋平時購塑膠地板最看重廠家規模定係交貨速度啊？評論區話我知下一期逐一向大家詳講其餘廠家。